主后2022年7月23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你是上帝的人。圣经提摩太前书第6章11到16节。毋过你这个属上帝的人，着闪避这个事，着追求正义、敬虔、信心、仁爱、耐心、甲温柔。信仰的美好竞赛，着尽力去拼，着确保永远的活命。为着这个活命，你有受警召，伫真侪见证人的面前宣认美好的信仰。伫赐活命互万美的上帝，甲对丰收必道宣认美好信仰的基督耶稣面前，我命令你，着遵守所领受的命令，无缺点，无通嫌，直到咱的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时。伫失去成熟的时，迄位应该受称赞、独一无二的主宰、万王的王、万主的主上帝，要互伊显现。上帝是独一未死，踮伫人袂通接近的光明中，无人捌看见伊，嘛无人会当看见伊。愿尊贵甲永远的主权归伫伊。阿们。以上。你是上帝的人。提摩太前书第6章11节，保罗用你是上帝所重用的人来甲提摩太讲，着知家己是安怎的人。这句话现代台语译本译做你这个属上帝的人，原文就是你是上帝的人。一般来讲，若有人讲你是某某人的，也是你是属某某人的，意思是你代表着某某人。就亲像规约讲先知是神人，意思是指先知是上帝伫世间的代言人。总是咱甲先知无同，咱怎样代表上帝呢？咱减会坎直。今年2月底，俄罗斯出兵入侵乌克兰，乌克兰人军起保卫家园。新闻报道，有84岁的老人摕着一卡皮箱讲，伊要去受训，保卫家园。有一位79岁的妇人人讲，已经开始学拍枪。也有一位双脚装义肢的中年人也讲，伊准备上战场烧台。论体力甲实战能力，因可能无够资格。毋过，因为因是乌克兰人，乌克兰是因的国家，因就具备代表性，足以代表乌克兰人民赴前线保家卫国。咱是属上帝人是无？对基督徒来讲，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。咱需要常常问家己：我是毋是属上帝无？检测咱无真特别的运势能力，毋过只要咱清楚家己是上帝的人，清楚家己得到上帝呼召，咱就会为主做工。所以，咱毋通看轻家己，也毋通看家己教会无目的。检测有真侪基督徒比咱较优秀，真侪教会规模比咱的教会较大。总是只要咱愿意，咱也会当亲像提摩太同款，有美好的服侍甲见证。伫信仰的道路，咱需要清楚上帝的呼召，知影家己是属上帝的人，才会当伫信仰的竞赛尽力奔走，为家己赢得永远的活命。伫教会中，通看到真侪少年人和第二代以上的信徒流失。为什么会安尼？因为因无清楚上帝的呼召，袂晓得为什么爱坚守信仰。
所以，教会真重要的责任是，互每一位信徒拢会当清楚上帝呼召，认同基督徒这个身份，才会当伫信仰上坚持到底。相款，伫台湾成长，咱拢是台湾的一份子，咱需要认同台湾，知影家己是台湾人，进而愿意坚守台湾的民主自由，保护台湾。特别，现今台湾伫国际上面对中国强大的压力，咱敢会像遐个挺身出来对抗俄罗斯的乌克兰人共款，勇敢为台湾徛出来咧？毋若身为台湾人需要安尼，身为台湾的基督徒，搁较需要勇气徛出来。默想，我是属上帝人无？我安怎遵照上帝话来行？身为台湾人，我安怎用行动表达坚守台湾的立场？我是属上帝人无？我安怎遵照上帝话来行？身为台湾人，我安怎用行动表达坚守台湾的立场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上帝，感谢你，互我诚侪属伫你的人。虽然我的能力、智慧无够额，你犹愿呼召我，因为安尼，我愿意委身伫你，为你做工，伫信仰的路途尽力奔走。同时，我也以身为台湾人做阳光，愿意为台湾挺身出来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